咁其實係因為我哋發現到原來有85% 嘅蠔藻咧已經因為人類嘅活動咧而已經被破壞，而我哋咧喺做嗰個資料搜集嘅時候發現咧，原來一隻蠔每日就可以過濾到200公升嘅水，咁所以咧當咁多蠔藻俾人破壞嘅時候，咁就變咗呢個海洋嘅過濾器蠔，咁咧就消失咗。咁我哋希望透過我哋嘅設計啦，呢一個新嘅蠔藻嘅養殖方式啦，令到呢一個蠔藻新嘅生存率提高啦，為呢一個海洋出一分力。所以傳統養殖咧就平面咧就係灘塗，即係話取苗到養殖上到餐桌，即係話佢可以開採3年時間。依家嘅新嘅科技咧就因為氣候嘅變化咧，就即係廣大方面咧伸出個援手，佢咧就走去科研咧就有一個人工育苗。咁咧佢育咗苗之後咧就可以俾啲蠔民嚟養殖，咁呢度嘅咧已經係跨咗一步。我哋呢個材料咧，其實都經過我哋嘅設計啦。咁其實係由 PHA 啦，一個 biodegradable 物料，同埋生蠔粉打碎咗之後咧去做嘅。咁其實咧咁樣嘅組合咧，係可以令到生蠔嘅生長速度更加快啦。咁令到呢一個蠔藻嘅生存率咧係提升嘅。城市創科大挑戰係俾咗一筆資金我哋啦。咁其實咧呢一筆資金咧就令我哋喺初期嘅時候啦，有更加多嘅實驗嘅空間可以做。其實我哋喺呢一次嘅計劃入邊咧，係裝咗大概300隻嘅蠔藻喺個海入邊嘅。咁所以城市創科大挑戰咧就俾咗一個好大嘅機會我哋啦，由電腦入邊嘅一個圖啦，去真係生產出嚟，到甚至而家係放埋落喺個海度咧，其實就係一個驗證緊我哋呢一個產品嘅一個用處咁樣嘅。咁其實就好協助到我哋後面公司嘅發展，去點樣合作啊，又或者呢一個蠔藻亦都可以再點樣改善咁樣嘅。咁我哋希望呢一個人工嘅蠔藻可以成為修復蠔藻嘅一個標準啦。咁因為我哋嘅人工蠔藻比傳統嘅方式咧更加之高效率，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呢一個產品咧可以推向全世界啦，令到全世界嘅海洋咧都可以更加之乾淨。